继续来看到中正纪念堂内底三军旗队咧交接，拢会吸引真侪观光客去观赏。不过，为着要落实转型正义，国防部甲文化部有协调，打算要互旗队换去自由广场来操演。按算9月、10月就会当定案。不过，就有真侪民众开始咧烦恼旗队伫咧广场曝日压雨，实在上过辛苦。 动作流利个整齐，每正点中正纪念堂的大厅，三军旗队的交接，总是有大量游客停落来摕手机甲相机来记录。毋过为着落实转型正义，国防部甲文化部协调，规划家旗队刷到自由广场来操演。毋过因为户外无食即个物件，不少民众烦恼旗队都爱吹风拍日甲雨雨淋。 我觉得这边比较适合，他们在站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热啊。下雨，然后你站在外面，有时候会感冒，然后还要站在那边，好像也没有那么人性，在这边好像比较好一点。你移到外面，那个就变成一种只是表演的性质，我觉得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。 根据了解，行政院7月要召开跨部会会议，就这个议题议事共识，搁伫9月甲10月召开的推动转型正义会报来确定。所以上近2024年底，三军旗队交接仪典就会改到自由广场来进行。当时专案小组已经决议了，你为什么现在还在求共识？ 那专案小组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最好的共识就是堂体大门关起来，那这样大家都看不见那一尊雕像了嘛，这就是皆大欢喜嘛。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的成员李建新指出，去年会议中捌做出3点决议，旗队撤离是第一阶段，所以都是关动体大门转型做国家人权园区，拢希望会当加速来推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